手把手祷告手。我们看到做善事，尽自己的能力，不分年龄的。其实这每一箱都很重，这物质非常的重。但是我们这一群有智慧的人，真的是大有能力。就像圣经里面说的，有智慧的人大有能力。我们看到这些有知识的人是力上加力，透过这个椅子的帮助。我们看到这社区的每一位，大家的心就是可以彼此帮助，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就是今天我有没有靠着上帝给我的力量就像这个椅子一样，可以成为我无法做到，但确实上帝给我智慧跟知识，使我能够力上加力呢。代祷是还有没有一件什么事情，我实在是没办法，还没有办法解决的？求上帝给我智慧。家庭也一样哦，我们家庭有没有曾经经历过面对那个困难是那么大，但却是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知识呢？尼牧师就曾经来经历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每一次家庭遇到这个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像忠贤哥现在真的是需要生活上的一些智慧来帮助时，神就用他的圣手扶持来带领，来让我的孩子尤其像以琳，虽然体重不重，个子不高，却有上帝给他智慧使他的生命中可以在那个遇到困难时门关着的，却能够使被打开，因着神的智慧赐给人他那里来的智慧。我们一起来分享，手牵手，祈祷的手，我们的家庭要被打开，我们家庭要通往那个康庄大道。